台电有甲民间的电厂签25年的买电合约，未来电厂1号甲2号机组照合约，今年6月甲9月底就要停跑。即马却传出讲，这经济部要甲电厂继续签落，是搁再引起在地抗议。台电嘛表示，只要电厂有照合约条件，就使继续运作。卖寮电厂，2024如期除役。大社发稿后要求卖寮电厂的1号甲2号机应该伫6月甲9月底终止运作，因为台电甲民营电厂签订25年的买电合约，照规定，电厂的1号甲2号机今年就应该陆续终止运作。款团举行记者会，批评机组到时也是会继续运作，根本都无被度役。应该你要没改气了之后，或者是说你有绿能出来的，再去改再去补。那你现在又让他去补，那这样说脱美，那前面那些有什么意义呢？款团批评，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，不过卖寮电厂是烧炭发电，污染大，对气候变迁影响更较大。没有把这个总电量改善的话，我想这个电力需求还是一样越来越庞大。所以如果这个没有调整合理的电价，我想不管是核1、核2、核3，都有可能再重启。款团这个台电毒害婚林人，也要求官府爱捍卫全民的健康。台电回应，为了民营烧炭电厂专案契约属于商业行为，依约卖寮电厂符合法定条件，就会当继续运作。它基于不可抗力，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如原来跟台电的约去把那些量发足嘛。这些缺的部分，希望台电能够把这些少发的度数能够让它补满嘛。希望说台塑秉持着这个环保的理念，要持续在改善空品，积极的推动他们的燃煤机组改成天然气。官府表示，对烧炭电厂的污染，会继续推进烧炭电厂转型计划，完成卖寮电厂转型做天然气发电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